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我今仔日不是要来练小话讲笑话呢，是要来吟诗唱歌戏啦。俗俗杜甫，成熟书童好处是，引冠生话辟心心，应该辟出自春色，结业红梨空好音。三度宾还天下计，两条开济我信心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中史英雄李元庆。高雄市歌仔吟唱全国赛，总共有35个选手进入决赛，我嘛是其中一个呢。这拢要感谢吴老师用心在我看教，互我会当进入决赛，而且阁得奖。希望明年我嘛会当阁进入少年组的决赛。感谢掌声！谢谢各位，成功！